咱即摆来洗邮票，啊，你用一桶水，来邮票甲放入去。像这咱拢无加开哦，等一下，互伊家己去浸。等一下就会开啊。咱先安尼，先试看觅仔咧，会当准备看是要摕灶骹的厨房纸巾，也是讲要摕报纸等邮票若洗好，咱才甲放在下底哦。等一下哦。恁即马甲看差不多过3分钟外尔，迄邮票已经有脱落啊，有无？所以这是足简单的一种洗邮票的方式。当然是也未完全洗好，所以咱等一下你看这是已经拢有小可开啊，对无？咱会当去买一支迄个镊啊，等伊完全拢开啊了后，咱才甲一个边头甲摕起来。后来有的黏性有较红，有较黏，所以咱毋免讲要紧讲迄个伫遐等咱有的先甲糊起来，用夹安尼甲夹起来，安尼，甲白白的哦。你甲看这已经是拢无啊，拢无啊，无啊，嘛无啊。像咱即马拢甲伊糊起来啊，你即马会记哩，先甲砍诶，互伊缩大，甲等一时啊。其实安尼也是讲你要用报纸，嘛无要紧搁互输。用报纸搁互输安尼嘛会使安尼等一下啦，差不多等几分钟啊以后，等你邮票下打，安尼就完成啊，安尼就是叫做洗邮票。来，咱即马来看觅仔，看咱拄只洗邮票生做啥款？来，好，咱来剔开有一张无细字去拗着像这种的，咱就是后摆要拗的时阵，爱较注意的所以咱来个看，你看这种有拗着对无？所以这就是老师这测误的示范好，来不要紧，咱这小可甲用一下正是已经是有搭，毋过你搁甲放的放较搭咧，安尼就完成迄个洗邮票的这个动作。安尼知影叫做啥物？叫做洗邮票啊以上是洗邮票的一个示范。希望恁以后若有收到批，也是迄个明信片顶悬有一寡邮票，会当甲加落来用水甲泡一下，安尼就会当洗邮票。咱大家再会。